關於跨境交通嗰個問題啦，澳車北上會有一啲優化啦嚇，流程嘅優化同埋應用程序啦。當然啦，有居民會希望非繁忙時間係咪可以增加名額？呢個我相信政府有你哋嘅政策考量。咁但係無論如何，優化通關嘅便利，優化澳車北上嘅一啲申請流程，包括有朋友會講啊，續期而家都好麻煩嘅。即係啲保險嘅生效時間啦、續期嘅手續啊，都好麻煩。其實將來可唔可以兩地探討呢？喺呢啲續期嘅申請上面進一步優化。其實我交齊文件簡單嘅就可以俾佢哋去續到期。政府而家有啲咩新嘅方向呢？咁樣，因為張司長都講到啦，嚟緊橫琴單牌車會可以再北上一個政策，應該預計今年可以落實啦。咁喺一啲口岸通關上邊，你哋幾方面傾或者跨部門上面傾呢？究竟進度會係點樣呢？針對澳車北上同埋橫琴單牌車北上嘅呢啲政策上面，因為譬如橫琴單牌車北上，其實嚟講今年會實施啦喎。咁到底譬如同內地之間大家嘅溝通，包括咗軟硬件嘅設施配套上面嚟講，有啲咩嘅安排能夠可以令到呢個政策可以更加流暢呢？咁而澳車北上，其實大家都好希望能夠透過大灣區嘅融合，提升我哋澳門居民嘅生活質素。而澳車北上就係一個好好嘅政策。咁所以實際上面嚟講，譬如非繁忙時段能唔能夠增加呢啲嘅配額，包括咗譬如可能我哋嘅申請續期，包括咗澳車同埋單牌車，其實而家嘅續期呢，雖然係優化咗，但係仍然都需要呢進行一啲繁複嘅行政程序，包括喺保險方面。咁所以都希望能夠可以，譬如能唔能夠透過一戶通，或者透過佢喺申請續期嘅呢啲渠道上面，能夠進一步優化呢，能夠可以呢嗰個更加地去提升相關嘅一啲嘅服務嘅。澳車北上嘅一啲問題呢，咁我哋會深入去研究咧，睇下係咪可以做一啲優化嘅措施咧。澳車北上方面嚟講咧，我哋喺嗰個APP 方面嚟講咧，一路都有優化嘅。短期內咧都係會做一啲優化啦，譬如話係嗰啲預約文件嘅機制嘅調整啦，同埋咧就係話出境嗰個提示啊，或者係啲接入後方面嘅一啲優化啊等等嘅。咁如果係30天內，譬如話申請人未提交一啲聲明，未完成嗰個自動個案嘅時候啊，我哋會有一啲歸檔嘅動作。咁樣，或者係佢個未完成個保險方面嚟講咧，我哋都會有啲即係優化提示咁樣。